回来了，珊珊，想必哟，为什么到今天才回来？可把我想傻了。这祖宗治疗你芳儿，还有谁想着我回来呢？珊珊，
已都做好了，想必就要出嫁了吧？我不知道啊。芳儿，业主大爸，你弟弟在家吗？弟弟，业主大爸来了。业主兄，不知有何吩咐？说张太公来了。太公来了，他喜呀，沈家有神来了。沈家有神来了，你且收拾收拾，我去迎接错张太公。是。芳儿，弟弟，你快收拾收拾，外父去迎接一散。曹兄，就在这里吗？正是这里。过来，错张太公来了。太公来了，快去里面走。接过太公。免。问来，快来见过这位绍兴沈家做张太公。是。接过太公。不知家令必正原因，拜望太公赐才。不必客气。滚来，你家宴席有这位绍兴沈家做张太公回来了。我家宴席来了，不知身在哪里？且慢急于相见。你可知你家宴席此番怎为来的？想必前来迎娶。必也，只因你的亲翁也是你的恩人沈举人已作故了。亲翁故死了。他见伺机儿子孤单之身，放心不下。于临终之时写下遗书一封，也有遗书在此，你去看来。亲翁回来，你家宴席已经到此，你将怎样打算？既说亲翁临终相托，就让他们俩在此换婚成亲吧。理该是此。公公，不知我家宴席神在哪里，快请过来相接。业主才去把沈家少爷领来相见。是。立马。见过做张太公。李妈，快把蒙衙拜见岳父大人。是。沈梦雅拜见岳父大人。
也是我家演戏生母呀。他真是你家演戏师傅呀，我也有说未必。请问公公，我家也是他今年多大年纪？去年8月身躯所生，尚不满2周岁。尚不满2周岁？怎么？你家妍希是个2岁婴孩？难道你是嫌不知？公公。什么是无为？他说他家令郎生小受女，我说我家小女生小受精，才一配合相差8年。我以为内大8年乃是上家之配，哪里知晓原来是小于我家芳儿也16岁呀！那你打算怎样呢？公公，我单身一女张嫂子，10指好娘终于到，谁知晓年龄相差11落，叫自愧。莫非你想把情配？好秀甚秀，当初若送做媒嫔，身家当上当出来，从来是儿女婚姻不识字，父母之命。来说明花针难穿两头线。难道你曹家的错位？一女可做儿夫配。甚秀是哪里来？谁曾入朝中江湖端，先王之道从不乱，一身南京两花园，可家南大两腿穿，总算如是。
滚来！公公，这张婚事深造梁家所长早已讲妥，言出是善，不得更改。这今日好好无恙，不得怠慢。公公，我还不快去接姑娘家宴席？放在你我所讲之话。师兄，你且放心，不能问你究竟结与不结。公公，女无伦次，不识做梦，与我立即完婚。公公啊，此事万万不可。小女生心，你也知道，啥是强逼完婚，恐遇不成。那依你之见呢？既然不能随着命令，为了使小女生便于抚养管教，可不才请让他们以基地相称，使车夫难反问公公答应啊！这桩婚事已经讲定了，等待生育长大才结完婚。是。好，起来。啊，圣兄，你看是何啊？与你曹兄所知，我却放心了。这乃小弟问内之事，快时辰不早，我要告辞了。好好，请。宋公公免。
些外人所未必。将心人难不芳儿啊，芳儿啊，求你在18也不扬起，剩下这一路。
山上千年事，哪有世上把岁人？为人在世，落得尽心清醒。三嫂，你为啥和他这样子呀？这叫一再见千人，凡事对恼恨。不对，你可知书本上说的“凡本记下品，非与读书高”？错了，应该是凡本全是空，万事合句好。三嫂，
切句马仔，有啥味道呢？哎，不做市场道，哪子古味的？来，三嫂今天我请客，陪你同饮3杯。哎，走。我不去，这被我家姐姐知道，会责怪我的。姐姐，谁是你家姐姐呀？当然是我家里的姐姐了。你说的是芳儿？三嫂，这有啥好笑的呀？明明是妻子哟，偏偏叫姐姐。三嫂，啥叫妻子啊？三嫂，你到底想什么？我来问你，你姓什么？我姓沈，你家姐姐呢？姓张。同胞姐弟唯有良心，你在哪本书本上读到过的呀？不许乱讲，不许乱讲！这有什么？我不讲，人家也会讲的呀。随便啥人都不许乱讲，啥人讲，我告诉我家姐姐。姐姐，好一个姐姐哟，好一个姐姐哟。不是我姐姐，是我妻子。弟弟，你回来了？回来了。今天为什么来得这样晚？来，快去衙门吧。我不要去。哼！弟弟，莫非你身体不适哦？雨，那可是受了先生责打？不是的。那可是遭了同窗的欺负？也不是的。既然你不受先生责打，也不遭同窗欺负，为何回到家来是吃不落，连牙饭都不想吃呢？姐姐，我来问你，你究竟是我啥人啊？弟弟，你怎么无缘无故妄出这句话来呀？女神讲，你不是我姐姐，是我妻子。是谁讲的？可别瞎说。傻说。
就走。三嫂，你为什么来了就要走啊？你去问他。三嫂，这是为什么？芳儿，满目八十几载在明天，儿女辈临近举典应该应，我早在2月对他讲30之前再定名，自台湾自此一朝寻历见，天明三生一同饮，谁知他为在家门喜为来背了一包玉出门。三嫂，你就在山上去一次吧。芳儿，你哪里晓得？燕儿莲花爱情香，齐老夫相真正婚。你看他年轻快慢。
今天我是最后一次回来，从今以后，我要以天为家，以地为乡，今生这事永不回来。
你请我到此，不知为了何事？太公啊！孟雅怎么了？快望太公与我主持。快讲。太公到此就是为了这件事吗？这玉红啊，太公替你做此就是起来。太公，既然孟娘她不要与我婚配，倒不是。太公是有道理，早前去把孟雅找来，房儿。
在讲什么？我要与他一刀两断。一刀两断，私草无奈，外望太公提醒。呸！当你今日白驹当今，原来你现在对你不死心，再三相劝你不听，你比故责你心不诚。哪怕你打死风采烟落，终归根与我才是我一天，太清娘子需要成委屈，太公三声，还有什么话讲？我有一言恳请，快讲！公公啊，王儿他一时失礼得罪你，对他如梦衰满年纪轻，可是他说尽两话女句句真，万公公愿他苦也你在讲什么？万万公公救他一命。此口，想不到我平时如此夸奖于你，原来你也是下心不改，从中教唆。你要明白，当初什么有我太公替你做主，你哪有今日这样欧文的日子？我问的实质，公公，你这是我坏了我一生啊！啊！你此话从何说起？你与我讲，你与我讲。为想当初16岁，家贫家大早家门16岁姑娘配3岁郎啊，想跟女生猜我心，丈夫无子公不兄啊，我想头顶10句家大政，好不容易将他无恙到，谁知他
起来。太公，起来。梦呀，我来问你，昨晚回的家来，不认识你家姐姐，可有此事？三叔他是这样讲的。嗨，真是年幼无知，此乃三叔就有戏弄于你，怎可谬论相信？戏弄于我？
今后不可轻信，好好读书才是。太公，那为啥他姓赵，我姓孙呢？也罢，我就与你直说了吧。你确实不是这里的父母所生。那我的父母呢？你父亲名叫沈东川，乃是绍兴沈家城绅士，只因你母早已亡故。8年前，你父御临终之时，怕你年幼吃苦，就托付你家姐姐抚养了。太公，那我家与他家又是什么亲呢？你父亲与他父亲乃是你姐金兰之家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梦呀，你不去好好想想，想你跑来之时，还在襁褓之中，是你家姐姐很辛是苦，将你抚养长大。你不想好好报答，反用言语刺伤你家姐姐，我来问你，天理我在良心何人？姐姐，反而昨晚梦雅为的家来得罪于你，你与我同当山下，一家将来。我不要打。姐姐，家法在此，尽打不妨。不要打。姐姐，昨日都是弟弟我的不对，今日你就是将我打死，我也不怪你的。弟弟，我不怪你。既算是此，还不快无他起来。姐姐，姐姐，梦雅，还不快去倒杯茶来？这你家姐姐背过不是？摆在你面前2条路，一条是好好抚养梦雅，长大之后择结完婚，把休家老；一条是执迷不悟，下年不改。我此事一条是好好抚养梦雅，长大之后这结完婚把手结了。一条是执迷不悟，下年不改，我此事寂寞
贤良，哎呀，小姐，什么呀？吓了我一跳。小姐，这庙里有个暖地，暖地。小姐，老男人失惊了。仙娘，你什么事？正老男人与姐姐避难到此，姐姐恶贯奉还，扶持对手，可否？不可以的，弟弟，姐姐，仙娘，万难相助，理所当然。你怎可视此无礼？小姐，我们与他们素不相识，况且谁的啰嗦？快去禀告老爷夫人。是。小姐，老爷夫人来了。好大的风雪！弟弟，母亲，女儿，弟弟此处有姐弟二人，听他所言，他姐姐避难有病无处对说，亦要在我将见说一晚，不知爹娘可否答应？都是自去，不留也罢。母亲，母亲，老爷，常言道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为多，不妨问个明白，再找道理。弟弟，弟弟，好好，此次问个明白。仙娘，快叫他们来！哎，喂，老南相公，我叫老爷夫人欢迎。大姐，喏，这两位就是我家老爷夫人，你什么话就对他们说。经过老爷夫人，不必客气。这位相公，看你文质彬彬，是个读书之人，因何落难到此？但不知你从哪里而来，往哪里而去？请问真姓大名？老爷呀，
后万幸自在我家，尽可读书养育。此次多见大父母，必须快来接过圣家师兄师姐。师兄，圣姐姐，大父有所不知，这位姐姐就是我媳妇放过之事，托人跑走到他家中抚养子女子，我俩谁会同胞，恰是今生修作，真是这位难得。来，把我这位姐姐上桥。姐姐。
上京赴死，小妹建议问王师宝先生列表称亲，愿师兄一路平安，早日告终。师妹还意，愚兄我怎能袖当得起呀？师兄何必见讳？是此，多谢师妹。师兄，小姐，你在这里替相公送迎，我先回去了。一份老爷夫人欢我一事，你先去吧，我也即刻收回。是。师妹，方才你欲言又止，莫非有什么话要与我讲的吗？师兄，弟弟为访故友，也要同意。一路之上，拜望师兄多多照应。哎，师妹的弟弟是同女兄弟弟一辈，沿途时候理所当然，不劳师妹操心。此次受小妹一礼。哎呀呀呀，师妹礼从了啊！唉，师兄，你为何叹气？师梦誓不相留，至今已有本者，在我家祭祀并体为语，我此番身虽上京，我的心实在不安呐。哎，师兄的姐姐与同小妹的姐姐一般，才将时候理所当然。师兄只管安心上京。上恩是此，先能了却我心头一件大事，师妹请上，受女兄一拜。哎呀，师兄，真正这是小妹了。师兄，师妹，你还有什么话要与我讲的？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师妹，师兄，你
上京，不论忠与不忠，都须及早归来。我知道，我一定及早回来，免得师妹怨言。不，你要知道，芳儿姐姐是有病之身，我要你及早回来，是免得芳儿姐姐怨你。师妹真是个你心人啊！师妹，姐姐来了。弟弟，姐姐，阮师兄一路平安，早日告终。姐姐，小妹告辞了。师妹，师妹，姐姐，师妹她替弟弟送迎来的呀。是啊，师妹真好。姐姐，你弟弟，现在岁事一样，不久即将去了，为既怕你在外受了，昨晚特地为你改做一件衣裳，以备路上借用。姐姐，你是有病在身，为我操劳，叫弟弟我怎样安心啊？弟弟，姐姐。你
从此生
我
错，我要错呀！老爷呀，为何不见孟雅一起回来呀？孟雅正在接待当地文武百官，叫我先引回家，他才就到。哎，那么女的婚事呢？哎呀，夫人，提起此事，老夫倒是忘完了。哎，女儿的终身大事，你怎么可以忘怀的呢？夫人且慢交际，对你则说了吧。今日我家正是丧喜临门，丧喜临门，夫人啊。老爷啊，这桩婚事你我三十女儿，还是为个赵小姐才是呢。这个当然是金梦雅丧亲已故，以己为谋，立业名，让他知道，一定也是高兴的。这喜信还是让我老身去讨。哎，
还是我去，顺便与好与他商量成亲的日子。让我去，我去，好，此一同前往。好，一同前往。三月永归，凤丫回来了。今日我出去找小姐，是用找小姐下门。夫人你。见过伯母大人。岳母大人在上，小婿大礼参拜。哟，夸起来！也是高中用贵，真是可喜可贺啊！是啊，也是得地用贵，真是10年文昌，一举成名。这前上岳母大人的栽培，才有今日。岳母大人，为何不进我家寄信？今日怕不找小姐下人。是。姐姐，弟弟，你看，是啊，伯父母，快起来，一旁轻松。赵小姐，今日梦呀得地用贵，老夫应当向你做道谢了。这一切靠伯父母的相助，才有今日。老夫指的是另一桩喜事。另一桩喜事，赵小姐，你来看，这是什么啊？凤冠。小姐，老夫指的另一桩喜事，就是孟雅的婚姻大事。婚姻大事，这桩婚事，孟雅3岁愿意，但不知赵小姐意下是何？这，哎呀，老爷啊，这桩婚事嘛，只要孟雅愿意，赵小姐嘛，她是人会愿意的呀。赵小姐，你说对吗？伯父伯母，这桩婚事，属张太公早受讲过，等待弟弟长大成人，自己我婚
世子夫人快叫女儿出来接上一礼。夫人想着下来了。是呢，弟弟，莫要女儿快快过来，放上拜进你家进继续在场，请龙阳一番。赵小姐，是今日起我们要改口叫你亲家姑了。是啊，亲家姑，今日乃是黄道吉日，让他们俩再次完婚，也可了却你我一桩心事啊。亲家姑，一声亲家，当面讲，好意思，他俩今天成了亲家姑，今日丧喜临门，应该高兴才是，为何是此模样啊？姐姐，你可是久病复发？当初一片养育之恩，为此才凡事
万岁家书之际，真是送罢，坚持论日，得圣旨便安一回。你便于是此内万岁请示，请教姑你快快下跪接别吧。难道我不生沧桑，这块面就是我的报应嘛？亲家姑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姐姐，你究竟为了什么事情？你应该要讲个明白才是啊！是啊，亲家姑，你还是出事了吧？姐姐，你有什么话，就快讲吧。姐姐，莫非你真是我的宝？你
姐姐，赵小姐，姐姐，赵小姐。老年赵小姐，